欧苗，江伟明哦。监管是谁人管？副干事，监管小姐是公孙离婚兄弟啊准备的。阮所啉的酒并无毒，我是将王家所啉的监管酒毒。来，都了干给。姐啊！有红啊！姐啊！可怜三军的兵祸，地府官府。我知呀，姐啊！姐啊！这是总不懂，将来起义要用的军费，你三位，物件摕到无？徐秀辉这个奸臣真厉害，找无步兵图。咱若是有这条步兵图吃，迄落铁步第一万岁，可以算讲一件大功劳咧。哎呀，代志已经暴露，紧逃走较要紧。走。走，走个天边海角，也走袂过我的蒋中信。陈柳亮，你想要啥样？恁兄妹生龙手，处处都是爱我死，哼，真是多如无功。阮兄妹两个人败在你的江标，只好离开这个所在，互你独霸持守的功业。哼，算是你好狗命，才当逃过劫数。哼，你敢侮辱我？那样我就让你死在无痛心土地。陈柳亮，阮无毒，你的手段比阮更较毒。徐秀辉不是阮害死的。不是你，不是什么人？给我一点红。三、四、
爱啉咱哩陪喜酒，也会今仔日发生这件不幸的代志，我是真该死。哎，有亮，你放，有亮，公孙三，因行完手中也都是要大汉，我不应该将伊杯酒来敬这王。 该死的人应该是我，因为我死。有亮，你莫阻止我，你莫阻止我哟！我应该来去救全地，对水王爷。有亮，你莫阻止我，你别安尼做，你别啊，你别安尼做。王爷待我稳重如山，我无法提出报仇。 我死是谁？哟，应该我来去认输，叫王爷犯罪。有亮，你爆亮，有亮，你真是好可怜。有亮，副元帅，如果你若是安尼死者，王爷死在九泉地下，伊要会当弥补。是啊，副元帅，你应该留起你有用的身躯，为国家效劳才应该。 有亮，是有着因泰山，轻你红毛一遍。你若是，叫我是要安怎？你莫讲，你拢莫讲。这王的心愿未实，只有你才会当继承你未成之志。副元帅。 我将原力接随你完成使命。是啦，副元帅，我将兄弟甘愿舍死效命。为了报答王爷在天之灵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 先生，贵王爷已经来了。王爷，山林老基恭迎贵王爷。老先生，我接到你的批，我马上就赶过来。王爷，请。 老先生，请。贵王爷家人有失远迎，真是失敬失敬。老先生，老夫来得相望，请老先生。 多多包涵。哪里？老先生，你的批信，老夫已经拜读过了。老夫万分的诚意，欢迎飞龙山庄，也阁有小娘山，将为英雄豪杰来合作，到福州帮助老夫一臂之力。大家拢是志向相同。 为国为民，要来推翻乌元的暴政。老母愿听王爷垂恳，万死不辞。哦，不敢了。请。王爷，乌元的气数强劲，此乃天意，咱应该。 应顺天命所为，有福者为君，无福者为臣，切莫违反天命。王爷，山林这话，
你对王爷有何高见？这，老先生讲得对，从古到今，治国平天下的人，令合天理，顺人心，全凭仁义道德，并不靠武力，也袂用你依赖暴力，一心以仁德为本，不好杀。那安尼，天下自可太平啊！王爷这话，真使三人敬佩。怪主公想见王爷一面。那安尼，老夫愿当面拜谢。是，主公有请。主公，这位是河州贵王爷。老夫贵主幸。贵王爷的大名，自洪武心无记久。你就是苏洪武。洪武，阿爹，已经找到洪武。是啊，是恁阿爹去小娘山才去找到的。洪武，终于找到你啊！真是谢天谢地，真是。你甲这款型的，也搁一件代志。恁阿囝若甲你讲哦，上心会欢喜甲飞起来跳。阿爹啊，紧搁讲啦！朱洪武，现在啊，带领飞龙山庄，还有小娘山英雄，甲军师刘碧云，即马拢来伫咱河州啊。真是的。那毋是真实的，人已经来伫咱静厅咯。阿爹，阿娘，我即马就要来去静厅见洪武兄寿英啊！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哪会急在一时咧？恁阿爹为着要互你一个惊喜，讲要叫洪武啊，互咱招亲。啊？招亲？对，秀英啊，阿爹的意思是讲，要来试探朱洪武，伊是毋是对查某囝你还阁有真心？什么？招亲？主公，贵王爷的性情，听讲贵家的千金性情温顺，外貌秀美，若甲你匹配良缘，我相信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匹配。老先生，招亲的代志，恐惊的我袂当答应。主公，咱现在正要甲贵王爷合作，如果若会当亲上加亲，大家的关系更加密切，对将来一统大业，正是百利而无一害啊！老先生，话是袂用安尼讲。
团结义军，这是国家大事。但是招亲的代志，是我私人之事，要哪会用个上帝评论呢？主公，我知影你是以大事为重，并不着重利益事情。不过，这件喜事，你应该爱答应才是啊。老先生，请你向贵王爷问下，一片的好意，我只有心领。洪武拒绝招亲，是呀，你若嗲搁请老先生哦去甲做媒，人伊嘛是唔答应。秀英啊，也都因为朱洪武还阁未甲你见着面，也唔知影是你，会免讲话拒绝。这就可以证明讲洪武啊对你有真心。娘，不过我甲洪武离开已经遐尼久啊，伊毋知有变心，搁去爱别人无？也若无，伊为什么会拒绝婚姻啊？哟，这一点我却无去想到。王爷，这拢嘛你唔好，想到这个好主意，本来秀英啊要去甲伊见面，都欢欢喜喜，啊你就用这个价钱，打你看，又搁求而不得啊！秀英，你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是生也是死咧？